我哋之前介紹疼痛嘅經驗係一個圓餅嘅概念，唔單止包括身體嘅感覺，亦都需要考慮到對疼痛相關嘅感受、認知、處理疼痛嘅動機、表達同埋社交等等嘅因素。我哋可以嘗試藉住縮細圓餅嘅每個部分，幫助我哋減輕整體嘅痛楚。以下係一啲嘅建議。第一，藥物治療。現時有唔同嘅止痛藥選擇，能夠有效控制痛症。如果你正在服用止痛藥，但係仍然經驗疼痛，請即刻話俾醫生聽你嘅疼痛問題，幫助調整藥物嘅選擇同埋份量。第二，分散注意力。計劃唔同嘅活動，將唔舒服嘅感覺轉移。你可以嘗試聽音樂，思考某個人或者事，又或者投入唔同嘅娛樂活動，譬如睇書、睇電影或者遊戲等。第三，保持活躍，唔好俾疼痛限制你嘅活動。適當嘅活動能夠讓肌肉、關節同埋骨骼保持良好嘅狀態，同埋逐步增加你嘅活動能力。切記，過程係需要循序漸進，逐步嘅讓身體慢慢適應。如果對活動嘅範圍有任何疑問，請記得同醫生溝通。第四，學習放鬆。學習放鬆可以幫助你減少對疼痛嘅焦慮，並且強化你嘅安全感同埋掌控感。第五，培養正念。專注當下同埋正念冥想，可以幫助我哋停止同困擾我哋嘅諗法同埋感受對抗，並且學習同呢啲嘅感覺共處。第六，對疼痛作出最壞嘅假設係會加劇痛楚。疼痛可能係由癌症以外嘅原因引起，例如受傷或者手術引發嘅疼痛係會隨住時間而愈合。診斷程序或者治療副作用引發嘅慢性痛症，長時間缺乏運動而引起嘅疼痛，又或者因為年長而引發關節炎等。如果有需要，請向你嘅醫生求證。避免將疼痛思考成為災難性，例如我永遠冇辦法忍受啊。試下諗下，你可以使用邊一啲嘅策略嚟到係應對疼痛。例如，我可以透過做呼吸練習、睇書同埋服用藥物嚟到去緩解痛楚。如果仍然冇幫助，我會致電屋企人、護士或者醫生尋求協助。第八，靈性需要。承受痛苦會讓我哋對生活同埋意義產生疑問。請揾出一啲能夠為你帶嚟意義同埋目的嘅活動，例如同親人共度時光、幫助其他人、翻閱舊照片等等。尋求方法嚟到滿足你嘅靈性需要。你可以透過閱讀、聆聽能夠幫助你理解生活課題嘅講座，同具有共同信仰嘅人交談或者祈禱等等。第九，溝通。清楚傳達你疼痛嘅需要，以至到你可以得到足夠嘅幫助同埋支持。你可以使用我哋嘅疼痛量表記錄你嘅痛楚，並且同醫護人員溝通，有效咁監察你嘅疼痛程度。如果你可以喺冇增加痛楚嘅情況下進行活動，你都可以俾照顧者知道，請佢哋可以俾你獨立行事。第十，社交支持。
感覺到被關心，擁有安全感，聆聽嘅耳朵，有歡笑嘅機會同埋分享正面嘅經驗，都有助緩解痛楚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冇足夠嘅支持，請諮詢醫生或者聯絡我哋嘅中心，尋求更多嘅支援。你唔需要獨自面對痛楚。如果你遇到同癌症或者治療有關嘅疼痛以及疑問，請聯絡本中心尋求協助。